里不是有人会唱吗？会唱的要不要来前面？快点，快点，会唱的。一下摇滚区来前面。习惯被烟草你吗？让我整天宅在家，荒野的像open家，像在地没办法的家。尽管被烟草你吗？多点时间让我放假，会感就像先跑柴。跟我们一起吃起最新的居家活动，让我可以听歌一边打着电动，没事就别选。偏爱每天乱跑，谁消毒的乖宝宝不想，有些行为不得不让一起变得糟糕，就乖乖待在家里。简单对话时序，口罩的像瞬间变得帅哥，仿佛眼镜也随时随地戴着。见到长辈互相问好，不送拥抱全部也都变得电动时髦，不让这世界变得这么无趣，不让生活保持这种定律，不让自己一直带有这种情绪，还能够维持这种做到内容而不负责。尽管被烟草你吗？让我整天都宅在家，荒野的像open家，像在地没办法的家。尽管被烟草你吗？多点时间让我放假，回感就像先跑柴，带着遗憾，无法旅行就只能宅在家，懒洋洋整天都不让太让太重。嘿，最后一次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习惯被烟草你吗？让我整天都宅在家，荒野的像open家，像在地没办法的家。习惯被烟草你吗？多点时间让我放假，回感就像先跑柴。习惯飞沿着走廊，出门口找台。哎，我搞错了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习惯被烟草你吗？我整天待在家，荒野的像open家，让在地没办法到家。习惯被烟草你吗？多点时间让我放假，回感就像先跑柴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三人啦，谢谢。请支持大屏中评女排妹。耶！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，大家喜欢吗？有1条299，2